大家平時會照顧面部皮膚啦，定期去做 facial 管理啊。不過因為平時唔會俾人見到咁私密嘅部位，好多人都會忽略咗私處或者較隱蔽皮膚嘅護理啦。其實私處都係皮膚，甚至係好敏感嘅部位，更加需要日常嘅保養同護理。大家如果有私處汗臭、異味或者痕癢問題，可以使用呢支男士私處呵護噴霧作日常保養。好多男士都中意做運動，容易出汗啊，有汗臭啊，而且私處會焗住唔舒服㗎，有機會會出現痕癢問題咧。呢個時候 IC Expert 嘅男士私處呵護噴霧就可以迅速解決呢啲問題。除咗可以殺菌，仲可以令悶熱嘅私處瞬間變得清爽乾淨。用法係距離陰囊10厘米噴灑啦，每日最多可以使用2到3次，等佢自然乾即可，無需過水。注意不適宜沖涼之後即刻使用啊！有時候我哋會因為出汗而生瘡、頭瘡，因為生瘡會牽涉到炎症問題㗎啦，所以需要用到消炎嘅產品去舒緩紅腫。IC Expert 脫毛護理孖寶就係好好嘅消炎產品。首先防倒生精華咧可以舒緩紅腫敏感，減少倒生毛；而毛髮延緩三效乳液咧可以延緩毛髮生長週期，更能夠暖白緊致私處。呢對孖寶唔單止容易吸收啦，效果顯著啦，而且唔容易令皮膚敏感。脫毛後咧1至2日後就可以使用。如果有毛囊紅腫發炎嘅狀況，除咗可以內服保養品咧，更加可以搽翻脫毛護理孖寶啊！內外兼顧啊！每個人都中意睇靚嘅美好嘅事物啦。以前男士間流行健身，目的都係想自己更健康、更靚嘅。而家佢哋開始注重私處護理啊、保養啦，係對美嘅更高、更進階要求。男士們啦，唔單止會敷面膜保養面部皮膚啊，改善膚色不均啦，更加會在意私處保養啦。希望俾另一半睇到嘅時候都可以令對方開心。IC Expert 嘅王牌保濕美白私處膜可以美白私處、補充水分，更加可以喺脫毛後立即舒緩皮膚、減少紅腫。我好推薦大家試下呢個咁高質嘅私處膜，令私處煥然一新。